糟糕了。3点多而已啊，3点半。没关系，还有1个多小时。哎，将近还有1个半1小时。1个小时。那我们先说边就好了，这边对啊，应该会越来越快。没有，夏老师说的有的很短的，要怎么接？那个有没有小老师协助一下？到时候对，先下。好，我先新的。先休息。老师休息。没有，老师要先喝咖啡休息一下。玫瑰花应该再忙也要喝咖啡。休息一下。都兰的哪里？卖包子的哪里？我就东河哦，我的部落就是卖包子。哦，好热闹对，现在那里。哪里？东河卖包子那个，对，他说他的部落就是卖包子那一家，哦，那这边很棒。我还以为是那一家。对啊，不是啊。东河包部落，红粗米。百浪在卖出10年。哦，也不是。我们要做一个阿美肉包啊。阿美叉烧包。阿咪家在旁边卖那个。里面要放甜心的。不论吧。包子要装在这样的啦。哦。应该。我是想在赚。那边给你，那边有啊，先休息嘛。材料的话，你那边没有。可以有电话给我吗？对，好，有电话给我，万一要叫去。哦，材料从哪里？那个刚刚那个不能煮的，一层的看看。对，它有翻过来了。能煮的比较快。另外一种做。哦，重它做了。反过来了。好，反过来了哈。重新反过来。哇，动作也是很快呀。对呀。助教。所以但是就会有一点那个这边边的。还有几个没有反过来呢？真的。啊，又要重裁了。对呀，因为很难很难，哎，没有关系。你很不认真哦，都有事。然后呢？你这边的角度折错了，你应该要折在这里。折在这边。对，你的记号点明明在这里啊，你干嘛折这里？这边。等一下我看一下。折错了，你看，你就会，这个是2个底，所以一个下一个，然后这个是1个半，所以你要折在这里，所以你的形啊，歪歪的。对啊。对。这个拆掉。折这里，哎呦，王老师你很快啊，没有关系。对啊对啊，这个我还在用其他的，用其他的人的，我一直拼命猜人家的，不要理他们。我自己都已经这个在这里。好，你的记号点真的是在这里，你折错了。对，我折错了，这样我就知道了。好 ，OK。也不错哦，可以做小老师了。老师，那我的没错，我看一下。这个
OK 啊。可以吗？谢谢老师。我刚刚有拆掉，我有重新。我去那边不会做，羞死人了。这个要拆掉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做收边了，好，收边了。收边了哦。